好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聖經研討會。我哋以一篇天主經開始我哋今日嘅聚會。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阿們。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阿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阿們。聖經研討會係有佢哋嘅 YouTube 頻道，咁請你 subscribe 啊，同埋撳埋個鐘仔，咁就有自動嘅提示提醒你我哋有新節目上架。咁而喺呢一個嘅頻道入邊，你可以睇翻我哋過往嘅錄影，同埋呢一個教理30嘅系列。教理30嘅系列每一集係有30分鐘，係講一啲天主教教理嘅專題。咁而喺每一集入邊，喺嗰個下邊嗰個 notes 入邊咧，其實我哋會將我哋嘅筆記擺晒喺嗰度嘅。喺聖經研討會呢個網站入邊，我哋將我哋所有嘅 notes 都擺喺嗰度，特別係全年嘅時間表。咁而喺 YouTube channel 我哋未開始之前，過往我哋只係有錄音嘅 file，咁而呢啲錄音亦都會喺呢一個網站上邊可以揾到。我哋嘅領航員 Emma Low 有佢私人嘅 blog， 咁亦都歡迎大家去瀏覽。如果你有咩問題或者有建議俾我哋，歡迎你電郵俾我哋啊！我哋下一次聚會係喺4月24日星期五。大家好，好開心喺呢度就再次相聚。咁今次咧係我哋今年嘅第7次嘅聚會，係3月份嘅聚會。我哋嘅主題咧係斥責猶大和耶路撒冷1。咁呢個咧係12章至到15章。咁我哋開始之前咧係先講講裏邊嘅主要內容啦。有關厄則克耳先知書嘅查考咧，喺呢一度咧，由今日開始咧，我哋進入咗可以講話係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因為從第12章至到24章咧，我哋見到咧係一個又一個天主俾以色列嘅審判。咁呢13章嘅經文，即係12至到24章，佢嘅開始咧。即係我哋今日要睇嘅12章咧，同埋佢嘅完結，即係呢個最尾嘅24章咧，都係有相同同埋對稱嘅結構同埋內容嘅。我哋發覺就係首先咧，佢就係先知厄則克耳咧係受命用動作同埋行動去做一啲預兆，跟住就會有旁邊有人咧係問佢。佢所做嘅事係咩意思咧？咁然之後咧，我哋發覺咧，先知所做嘅嘢咧，同埋佢嘅行動咧，係成為咗以色列嘅預兆嘅。而呢個結構係前邊同埋到24章嗰個後尾嗰度都一模一樣嘅。咁呢個開始同完結嘅片段，其實就好似一個書檔一樣嚇。中間咧夾住嘅咧。就係一個又一個嘅預兆同埋審判，但係呢啲預兆同審判咧係冇咩明顯嘅次序嘅。咁我哋講咗好多，睇咗好多聖經啦，不論係今次嘅先厄則克耳，因為以前我哋所睇嘅其他嘅聖經，聖經嘅寫作咧，我哋都知道係時常都會採用頭先我所講嘅呢個手法。就係有個好似一個書檔咁，開頭同嬲尾都一樣，而且中間夾住嘅咧，其實就係佢要講嘅主要嘅信息。咁而呢13章嘅主要嘅信息咧，呢一個我哋今日開始嘅新嘅段落咧，其實佢嘅重點就係俾以色列嘅審判嚇。咁我哋會跟隨我哋嘅參考書。將呢一卷呢一個段落嘅經文
係去斥責猶大同埋耶路撒冷嘅經文咧，係將佢分做3個部分，因為咁長啦，係有13章咁長。咁我哋用3次嘅聚會嚟到去研討嘅，就分別就係今次啦，然之後係第8次嘅聚會咧，第9次嘅聚會咧，嚟到去完成呢一個段落嘅經文。咁然之後到最尾第10次咧，我哋嘅聚會咧就會用呢個24章那日子必要來到嘅呢個講到呢個主題嘅24章嚟到完結我哋今個年度2025至到2026年有關厄則克爾先知書嘅查考。咁然之後下一年咧，我哋又再繼續去完成成本厄則克爾先知書。恭讀厄則克爾先知書。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你是住在叛逆的家族中，他們有眼，卻視而不見；有耳，卻聽而不聞，因為他們是叛逆的家族。人子，你要白天在他們眼前準備充軍的行囊，並在他們眼前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他們或者能看清自己是叛逆的家族。你白天在他們眼前把行囊搬出，像搬出充軍的行囊；傍晚在他們眼前出發，像充軍者出發。你還要在他們眼前在牆上穿一個洞，由那裡走過去。你當着他們的臉，把行囊背在肩上，天黑時出發，並且蒙着臉，看不到地面，因為我要使你作為以色列家族的一個預兆。我遂遵命行了。白天我把行囊搬出，有如充軍的行囊；傍晚用手在牆上穿了一個洞，到天黑時，當着他們的面，把行囊背在肩上出發。到了早晨，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以色列家族，那叛逆的家族，不是問你說你在作什麼？你要回答他們說：吾主上主這樣說，這神諭是有關耶路撒冷的君王和城中的以色列全家族，並且說：我為你們是一個預兆，像我所行過的，也要實現在他們身上。他們要被擄充軍異地。君王在他們當中肩上背着重擔，在黑夜出發，在牆上要穿一洞，為叫他出去。他要蒙着臉，以致他再不能親眼看見這地方。我要在他面前設下羅網，他必要陷在我的羅網中而被捉住。然後我領他到加色丁人的地方巴比倫，但他一無所見，就死在那裡。我還要把他左右的護衛以及一切軍隊分散到四方，並拔出劍來追趕他們。當我把他們驅散到異民中，他們分散到各國時，他們必承認我是上主。但我在他們中仍保留少數的人，免受刀兵、饑荒和瘟疫之害，為叫他們給他們所到之地的異民講述自己的醜惡之事，使那些人也認識我是上主。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你要戰戰兢兢地吃飯，懷着戰慄和惶恐喝水。你應向此地的人民宣講說：吾主上主論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以色列地域這樣說：他們要惶恐地吃飯，驚懼地喝水，為了那裡的居民所行的殘暴，那地方要被洗劫，變為荒蕪之地。人煙稠密的城市
要變為曠野，那地方必變為沙漠。如此，你們必承認我是上主。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在以色列地域有人說，日期遲延了，異象落空了，這流言是什麼意思？為此，你應向他們說：吾主上主這樣說，我必使這流言停止，以色列必不再說這流言。你該向他們說：日期近了，所有的異象必要實現。在以色列家族內，決不再有虛偽的異象和欺詐的預言，因為是我主上主說話，我講的話必要實現，不再遲延。叛逆的家族，我說的話必在你們這一代實現。吾主上主的斷語。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以色列家族說，這人所見的異象是指遙遠的來日，他說的預言是指遙遠的時期。為此，你要向他們說：吾主上主這樣說，我說的一切話不再遲延，我所說的話必要實現。吾主上主的斷語。好，我哋今日有好多章係要睇，有4章嘅經文要睇。咁我哋先開始呢個第12章1至到20節，裏邊嘅內容咧，主要講係有再一次嘅充軍嚇，有關嘅預兆。咁大家都可能會記得，之前喺呢個597年咧，係已經有一次充軍啦。嗰次咧就係厄則克爾先知同埋君王約雅金嚇，同埋一啲其他嘅領袖咧，係去咗巴比倫嘅。咁於是乎後來咧，厄則克爾咧就喺巴比倫嗰度咧係做先知。呢度所講嘅呢啲預言咧，全部都喺巴比倫嗰度出嘅。咁嗰個就係之前嗰次嘅充軍。咁而家呢度12章所講話再一次充軍咧，就係佢嘅預兆咧，就係呢啲預兆咧係講緊跟住要嚟嗰次，就係最可以講話最攞命嗰次啦，就係呢個公元前587年導致猶大亡國嘅嗰次嘅充軍。咁喺呢度咧，就天主已經藉住厄則克爾俾我哋一啲先預兆，或者俾以色列人一啲預兆。喺第2節嗰度咧，佢講到他們有眼卻視而不見，有耳卻聽而不聞，因為他們是叛逆的家族。喺呢度我哋見到天主用形容一啲偶像嘅説話咧，嚟形容以色列因為佢哋拜偶像多年之後咧，佢哋已經變到好似佢哋嘅偶像一樣，佢哋所拜嘅偶像一樣，係有眼睇唔到，有耳聽唔到嚇。咁其實咁樣講，當時嘅以色列人固然係啱啦，因為佢哋拜偶像。但係調翻轉嚟講，如果我哋係欽崇天主，久而久之咧，我哋亦都會因為我哋欽崇天主而變得更加肖似天主嘅。如果你發覺自己對貧苦嘅人，對嗰啲被欺壓嘅人，當你見到呢啲事情發生，聽到呢啲新聞嘅時候，你自己越嚟越對佢哋同情，甚至好多時都不禁係流下熱淚嘅話咧，又或者你每次去朝拜聖體，個心裏邊係有呢個火熱嘅感覺嘅話咧，呢啲可能都係因為我哋浸淫喺呢個信仰裏邊，我哋去欽崇天主而變得我哋越嚟越似佢就好似保祿喺羅馬書第8章29節所講，因為他所預選的人，也預定他們與自己的兒子的肖像相同，好使他在眾多兄弟中作長子。我哋有天主嘅肖像，而如果我哋願意讓呢個肖像去成長嘅話，我哋自己係會變得呢個肖像越嚟越活出嚟。
但係呢一啲喺當年朝拜偶像嘅以色列人咧，佢就變得越嚟越似呢啲偶像啦，有眼都睇唔到，有耳都聽唔到，成為咗叛逆嘅家族。咁跟住喺第3節到第6節咧，係帶出咗一連串嘅要先知厄則克爾去做嘅動作，包括咗充軍嘅行囊啦，孭住呢個充軍嘅行囊啦，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啦，在牆上穿一個洞啦，呢啲動作呢啲行為咧，其實都係象徵住同埋預告住以色列要被擄充軍去異地嘅呢個遭遇。咁天主亦都命令先知咧係話俾呢啲人聽，話俾以色列聽，喺呢個第12節嗰度，佢話君王在黑夜出發，蒙着臉，不能親眼看見這地方。咁呢個預告咧，正好準確咁係講咗日後以色列猶太君王呢個測德克雅，佢係佢嗰個好慘痛嘅遭遇，係被巴比倫捉咗之後咧，係將佢雙眼咧係挖咗出嚟，所以佢蒙着黑夜，蒙着臉，唔能夠親眼見到呢個地方。咁然之後咧，佢係充軍巴比倫呢個可怕嘅遭遇。咁呢啲咧都記載咗喺舊約列王紀下25章4至7節。咁然後去到第16節咧，天主同厄則克爾講，佢話：但我在他們中仍保留少數的人，為叫他們給他們所到之地的異民，使那些人也認識我是上主。喺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聖經嘅觀念，係藉住呢一個天主嘅呢一句天主嘅説話咧，係帶出嘅。佢講到話，要喺呢啲充軍巴比倫嘅人裏邊咧，佢要保留少數嘅人。呢啲人咧係讓佢哋免受刀兵啦、瘟疫之害而能夠生存。而呢啲人咧係佢去到呢啲異民巴比倫嘅地方嘅時候咧，佢講起佢自己嘅遭遇嘅時候咧，佢會讓嗰度嗰啲人因住佢哋所講嘅遭遇而都能夠認識我是上主。呢個存留一少數嘅人，而讓更多嘅人係得救或者呢個得到一啲好處嘅呢個咁嘅觀念咧，喺聖經裏邊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由於呢個係一個咁重要嘅觀念咧，我喺 Special Note 1嗰度係更加詳細搜集咗資料咧，係同大家係解釋呢個聖經嘅觀念。亦都同我哋有關嘅事實上，喺聖經無論係新約舊約都有呢個保留少數嘅人，或者保留一啲殘存者，英文叫 remnants，殘存者，少數嘅人，係天主特別嘅安排。呢個咁嘅教導，呢個觀念究竟有咩特別嘅意義咧？喺聖經裏邊有好多地方都有提到呢個觀念，譬如話今日我哋所睇嘅厄則克爾先知書第12章裏邊正話所講嘅啦。咁另外咧就係舉另一個例子咧，就係依撒意亞先知書喺嗰度咧，佢咁樣預告就係以色列民的數目雖然多如海沙，唯有殘存者要蒙受救恩。喺依撒意亞第10章22節，然之後聖保祿喺羅馬書第9章27節咧，亦都同樣引用呢個觀念，呢個講法。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喺列王紀嗰度亦都有講到係好出名嘅先知厄里亞佢當時咧係四圍都係啲假先知咁佢結果就同天主 complain 啦，就係咁點解我而家剩翻係我一個真真正正係為你講説話嘅人。天主叫佢唔使驚其實咧佢話天主話我已經存留咗一小撮嘅人總共有7000人。呢7000人咧都未曾拜過巴爾，未曾拜過邪神嘅。咁然之後咧喺嗰度去做佢嘅工作又同樣係咁樣嘅觀念。
然之後呢個同樣嘅觀念，保留少數人或者保留一啲殘存者，去準備一啲更大嘅工程嘅呢個講法咧，去到聖保祿嘅羅馬書咧，就可以講話係一個高峰啦，而且亦都同我哋有關。大家都記得喺羅馬書第11章25至到26節，喺嗰度保祿透露佢話有一件奧秘的事我希望你哋知道。佢話就係直到外邦人全數進入天國為止，那時全以色列必也獲救。我相信呢句經文大家都聽過好多次亦都係一句令到大家感到非常之疑惑嘅，唔知點去明白佢嘅經文。但係佢所講到，佢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奧秘嚟嘅但係去到一個時候，就係所有外邦人係全數進入天國嘅時候咧，呢個全數喺英文咧叫做 full number 即係一個圓滿數字。應該呢個翻譯咧，我相信咧係一個更好嘅翻譯，就係話當圓滿嘅數字嘅外邦人進入天國嘅時候咧，即係話去到嗰個時候就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天主嘅計劃發展到去末日有圓滿嘅數字，天主認為夠啦嘅外邦人係進入天國嘅時候咧，佢話那時全以色列必也獲救。當呢個局面出現嘅時候咧，整個以色列都會得救。OK， 我哋睇翻呢句説話嘅時候，我哋感到好疑惑，就係我哋相信呢個圓滿數字嘅外邦人能夠進入天國咧，呢樣嘢係可以發生嘅。呢個所謂末日嚟到嘅嗰個時刻咧，喺呢個天主嘅計劃裏邊，佢係到嗰個時候咧就係末日啦嗰陣時咧就會有圓滿嘅數字。呢個所謂圓滿係由天主定嘅，佢天主先知道咩叫圓滿。佢認為去到嗰時候啱啦。咁呢樣嘢係可以發生嘅，因為我哋知道福音自從喺保祿嘅時候藉住初期教會呢一小撮嘅人係奇蹟地變成一個羅馬天主教教會，然之後福音咧係傳遍普世到今日咧，我哋教會係一個萬民嘅公教。咁所以毫無疑問地呢樣嘢係可以發生，亦都發生咗就係福音傳遍普世，而我哋呢啲接受咗福音嘅人咧，就已經係進入咗天國啦。因為教會就係天國嘅開端教會就係基督嘅妙身。呢個唔係最完美嘅最尾嗰個天國，但係已經係呢個天國嘅開始。我哋已經喺裏邊，所以接受福音嘅人咧，就等於進入咗天國。呢個係可以發生，但係我哋點樣去明白就係話，到天主覺得係圓滿數字足夠嘅外邦人進入咗呢個國度天國嘅時候咧，進入咗教會嘅時候咧，接受咗福音嘅時候咧，嗰時就係嗰個末日啦。於是乎咧，到嗰個時候咧，全以色列必得救。呢一樣嘢係令到神學家咧，呢個聖經學者咧係大感不惑嘅，拗晒頭嘅，就係呢一樣嘢。我哋睇嚟睇去即係以色列點有可能佢哋會全以色列都會接受福音咧，會得救咧，會獲救咧？我哋點樣去明白聖保祿嘅喺呢個羅馬書第11章嘅呢個講法咧？其實保祿所講嘅所謂全以色列必也獲救咧，呢一個講法咧係同我講俾你聽，你都唔會相信但係咧照啲聖經學者嘅分析咧，就係同舊約創世記雅各伯祝福厄弗納 Ephraim 厄弗納，即係呢個約瑟嘅兩個仔嘅其中一個呢件事咧係有關。喺創世記裏邊記載咗當呢個約瑟翻到以色列同佢爸爸雅各伯相認之後咧，佢有兩個仔，一個叫做Manasseh 呢個大仔，另外咧有個細仔叫做 Ephraim，就係中文譯做厄弗納。
咁於是乎佢咧，佢爸爸當時已經係年老啦，雅各伯嚇，咁甚至係基本上係睇唔到嘢啦。咁佢帶住兩個仔就去到雅各伯嗰度，就叫爸爸，你可唔可以祝福我呢兩個仔嚇，俾佢哋應有嘅祝福咧？咁樣。咁當然雅各伯好樂意去做啦。咁佢Joseph 約瑟咧就擺定兩個仔嚇，呢個大仔咧就擺喺約瑟嘅右手邊，細仔咧擺喺約瑟嘅左手邊，即係細仔係以凡啦嚇，即係咁呢個係啱嘅，因為嗰個最重要嘅祝福梗係由右手擺落去呢個大仔 Manasseh 頭上邊。但係好奇怪喺呢個聖神嘅帶領之下咧，雅各伯交叉佢雙手係將佢嘅右手嘅祝福，即係呢個大仔應有嘅祝福咧，最重要嘅祝福咧，係俾咗厄弗辣Ephraim。左手嗰個冇咁重要嘅，應該屬於細仔嘅咧，就俾咗 Manasseh。咁Joseph 見到梗係唔對路啦嚇，咁以為爸爸老到而家咧係又盲又剩咧，係呢個蒙查查啦，咁即刻係同佢講，佢話爸爸，你嘅手應該係右手擺喺Manasseh 頭上。約瑟 insist 佢堅持佢話唔係，我係要咁樣做嗱。咁結果咧就係俾大仔嘅祝福咧係俾咗 Ephraim 厄弗辣，而呢個有原因嘅，因為呢個係天主帶領之下你要做嘅。佢祝福咗佢之後，佢咁樣允許雅各伯咁樣允許，佢話喺呢度我用翻用英文我唔用中文，因為點解咧？中文嘅翻譯唔好呢度嚇。英文佢咁講，佢話 His seed is the fullness of the nations。佢話 Ephraim 呢個厄弗辣嘅後裔咧 is the fullness of the nations， 就係所有民族嘅圓滿。或者咧係另一個英文嘅譯法就係 His offspring will become a multitude of nations。咁我唔再走入去呢個咩compare 中文嗰啲嘢啦。總之就係帶出嗰個神學嘅原因咧，我要用翻英文就好多嚇。咁換言之咧，厄弗辣咧係被雅各伯祝福話佢嘅後裔咧，將來會成為 fullness of the nations。厄弗辣 Ephraim，佢係北以色列10大支派嘅其中一個支派，但係亦都係最重要嘅支派。佢係嚟自約瑟另外 Manasseh 啦但係佢嗰個支派重要到咧係基本上當時嘅以色列人咧講北以色列嘅話咧就會講 Ephraim 厄弗辣厄弗辣就代表住北以色列係重要到咁樣咁而呢個厄弗辣同埋北以色列其他支派咧，大家都知道呢個歷史咧，就係日後咧係亡咗俾亞述啦，然之後咧佢哋咧係同啲外邦人通婚，咁變咗咧係北以色列咧基本上就成為外邦人，全部都係外邦人。咁即係話厄弗辣咧就相等於外邦人，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係南方猶大咧係唔同佢哋來往嘅，覺得佢哋係即係雜種唔堪配所以耶穌同嗰個井旁嘅女人傾談咧，呢個係一個好嚇親啲門徒嘅事。咁好啦，講翻呢度咧就係話呢個南國咧猶大咧就係天主所揀選嘅嗰個殘存者就係嗰個天主揀選嘅少數保留嘅少數嘅人，就係呢個猶大。猶大後來係成為咗因為耶穌基督，猶大亦都亡國啦。咁但係因為耶穌基督咧喺達味嗰度出啦，咁咧就帶嚟咗呢個救恩，開始咗教會，所以猶大亦都轉變成為我哋嘅教會呢個我哋嘅教會就係天主所保存嘅少數嘅人嗰個 remnant， 而呢個 remnant 咧喺呢個耶穌嘅命令之下咧，升天嘅時候話：你哋要去往普天下去將呢個福音傳遍普世。
結果咧係呢個福音係傳遍普世，成為今日嘅萬民公教。咁而萬民公教，當呢啲萬民，即係呢啲外邦人，包括我哋，亦都包括咗當時嘅北以色列嗰啲人啊，佢哋有圓滿嘅數目入咗呢個天國接受福音嘅時候咧，嗰陣時就係末日嘅嚟到啊。咁咧就全以色列都得救，因為到時咧呢個本來係猶大嘅少數嘅被揀選嘅人咧，教會咧已經成為萬民公教啦。而猶大我哋嘅呢個教會亦都叫做以色列嚇，我哋係新以色列。咁到時咧就全以色列全個教會嚇都會得救。呢個係聖經學者嚇同埋好多神學家咧都接受嘅一個解釋嚇。如果唔係咁，我哋唔係咁睇咧，你會好難明白聖保祿點解講話到末日嘅時候咧係全以色列都必定獲救啊！我哋睇今日嘅局面，睇啲猶太人同基督徒嘅對立等等咧，我哋唔會諗到有咩可能可以發生呢件事。但係當我哋咁樣去明白呢個經文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呢件事的確係可以發生，而事實上可能今日啊都已經可以係嗰個時候，只不過我哋冇人知道咩叫圓滿嘅數字嚇，圓滿嘅外邦人進入天國幾時先至係咧？可以而家已經係，因為基本上福音已經傳遍普世，但係呢個只有天主先知啊。咁但係當天主決定圓滿嘅數字係嗰個時候嘅時候咧，呢個就係末日嘅時候。而以色列已經係全以色列都相信，因為教會就係以色列，教會就係新以色列啊。喺教會裏邊嘅咧，全部嘅以色列人，即係包括埋我哋都接受福音進入天國。咁我所講嘅正話呢啲嘢咧，當然唔係我自己想象出嚟啦，係我亦都寫咗嗰個 reference 喺下邊咧，係有一本神學嘅書咧，就係我嘅參考嚇，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好，我哋翻去上邊嗰度。咁當我哋正話帶出呢個觀念咧，係好重要嘅，即係換言之咧，就係 even 喺而家。如果天主覺得圓滿嘅數字外邦人已經進入咗天國嘅話咧，就係嗰個末日嘅時候啦。末日係可以隨時發生嘅，喺呢個聖經嘅觀念裏邊。好，喺呢個第12章嘅17至到20節咧，佢嗰度講，佢話你要戰戰兢兢地吃飯，懷着戰慄和惶恐喝水。城市要變為曠野，那地方必變為沙漠。咁呢個咧係好明顯地係預告住饑荒啦。佢哋嘅居地要變成荒蕪啦。呢啲咧亦都係佢哋違背盟約嘅後果嚟嘅。因為咧喺呢個梅瑟律法裏邊，肋未記嘅26章嗰度咧係記咗得好清楚，就係話但那地方應為他們所放棄，好在他們離去地方荒蕪時，才能補享安息年。同時他們也補贖自己的罪惡，這是因為他們棄絕了我的制度，厭惡了我的法令。當以色列人棄絕天主嘅制度，違背盟約嘅時候咧，佢哋就會遭遇到呢個命運，地方變得荒蕪，要面對饑荒。然之後第21至到28節嗰度，佢咁樣講，佢話有人說日期遲延了，異象落空了。好多時人因為天主嘅預言係好耐都未應驗，於是乎好自然地就會鬆懈起上嚟。當時嘅以色列人都係佢哋聽天主俾咗好多預言，佢哋預告，佢哋教導，透過梅瑟等等。但係經過咁長嘅時間，佢哋慢慢地見到呢啲預言都冇應驗嘅，咁於是乎咧，佢哋就鬆懈起上嚟啦，甚至係唔信啊。咁我哋呢個現象出現喺以色列人身上面，亦都可以出現喺我哋身上邊啊。就好似默示錄嘅預言講到呢個末世嘅嗰啲預言我哋會覺得哇，2000年啦，默示錄所講嘅嘢。到而家都唔見有出現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好自然地咧，我哋掛住特別係過去呢幾廿年咁繁榮呢個世界
於是乎好容易去享樂或者呢個甚至係開始唔信啦。聖經不斷喺呢方面警告我哋譬如話喺呢個伯多祿後書第3章8至到10節，伯多祿講佢話：親愛的諸位，唯有這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決不遲延他的應許，有如某些人所想像的，其實是他對你們含忍，不願任何人喪亡。伯多祿提醒我哋即係我哋以為咁耐都未曾應驗，所以可以鬆懈或者甚至唔信。但係唔好忘記天主嘅時間觀念同我哋唔同，佢係永恆嘅，所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而如果我哋覺得長嘅話咧，呢個其實係天主俾人類多啲嘅機會，等多啲人可以唔使喪亡，喺呢個長啲嘅時間裏邊去悔改只願眾人回心轉意，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如盜賊一樣來到，在那一日，天要轟然過去，所有的原則都要因烈火而融化，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也要被焚毀。伯多祿嘅警告咧，我哋時時都要記喺心裏邊呢個日子隨時都可以好似盜賊咁樣嚟到。而嚟到嘅時候咧，係相當嚇人嘅好似烈火咁樣融化，大地嘅工程都要被焚毀，就好似當年咧耶路撒冷毀滅嘅時候咁可怕，更加可怕。此外，依撒意亞先知書55章嘅經文，我哋成日都有睇到嘅，亦都係再一次俾我哋呢個肯定，就係天主嘅説話一定唔會變嘅，佢一定實現嘅。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不再返回原處，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長萌芽。常話播種種子，供給吃飯者食糧。同樣，我從口中發出的言語，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裡來，反之，他必實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任命。天主嘅説話一定會應驗嘅。今日揀嚟同大家分享嘅係 Photon， 你使我更美。從前過錯，但我一再犯過。原來過往沒作出愛奉獻，仲有更多痛苦，仍為我擔憂，再度痛心。曾放棄面對真正道理，曾試過放任去飛，飛得過遠方的高峰，得不到世界為我喝彩。從前過錯，但我一再犯過。原來過往沒作出愛奉獻，仲有更多痛苦，仍為我擔憂，再度痛心。曾放棄面對真正道理，曾試過放任去飛，飛得過遠方的高峰，得不到世
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你要斥責那些在以色列講預言的先知，向那些隨心所欲說預言的人說：你們應聽上主的話。吾主上主這樣說：那些隨心所欲而一無所見的愚妄先知是有禍的。以色列，你的先知好像廢墟中的狐狸，你們沒有想到缺口處，也沒有圍繞以色列家建築圍牆，好叫他在上主的日子在戰爭中穩立。他們所見的盡是空虛，所預言的盡是欺詐，反而說是上主的斷語。其實上主並沒有派遣他們，他們還指望自己的話能夠實現。你們豈不是見了幻象，說了欺詐的預言，還說是上主的斷語？其實我並沒有說過。為此，吾主上主這樣說：因為你們說的是謊話，見的是幻象，我必攻斥你們。吾主上主的斷語。我必伸手打擊那些見幻象、說欺詐預言的先知，他們決不得參加我人民的議會，不得登記在以色列家族的名冊上，也不得進入以色列地域。如此，你們要承認我是上主，因為他們為惑我的人民說平安，其實並沒有平安。人民築起牆來，看，他們就來漫泥。你要向漫泥的人說：我要使驟雨降下，冰雹落下，暴風颳來，那牆必要傾倒。那時，人豈不是要向你們說：你們所漫的泥在哪裏呢？為此，吾主上主這樣說：在我憤怒時，我要使暴風颳來；在怒火中使驟雨降下；在憤怒時使冰雹降下，破壞一切。我要摧毀你們漫過泥的牆，使它傾倒在地，基礎暴露，牆傾倒了，你們也要消失在其中。如此，你們要承認我是上主。當我對那牆和在牆上漫泥的人發洩了我的憤怒，我要對你們說：牆沒有了，漫牆的人也不見了。這是指那些向耶路撒冷講預言的以色列的先知，他們說見過平安的異象，其實並沒有平安。吾主上主的斷語。人子，你要轉面向那些隨心所欲講預言的你的百姓的女先知，你要斥責他們。你宣講說：吾主上主這樣說，那些為手腕縫製各種帶子，照頭的大小製造各種頭巾，以獵取人命的女人，是有禍的。你們獵取了我百姓的性命，難道能挽救你們自己的性命？你們竟為了一曲麥子、一塊餅，就在我百姓前褻瀆了我，使不應死的人死去，使不應活的人活着，以欺騙我那好聽信謊言的百姓。為此，吾主上主這樣說：看，我要把你們像捕鳥一樣獵取人命的帶子，從你們手腕上撕下，釋放你們所獵取的人，像釋放飛鳥，撕破你們的頭巾，由你們手中救出我的百姓，他們決不再做你們手中的獵物。如此，你們要承認我是上主。
因為你們以謊言使義人的心沮喪。其實我並沒有使義人悲哀。你們又鼓勵惡人，使他不肯離開罪惡的路以求生存。為此，你們不得再見幻象，不得再說預言。反之，我要從你們手中救出我的百姓。如此，你們必承認我是上主。咁進入13章咧，天主就透過厄則克耳係去斥責嗰啲假先知同埋巫術士。天主派遣嘅先知咧，係一定跟隨天主嘅神同埋默感嚟到講説話同埋行動啊，就好似厄則克耳咁樣。但係喺1至7節嗰度咧，佢提到那些隨心所欲而一無所見的愚妄先知，呢啲人呢係假先知嚟嘅，佢係跟隨自己嘅意願、自己嘅意思嚟到去講説話。佢話呢啲人咧係有禍嘅，因為咧佢話他們所見的盡是空虛，所預言的盡是欺詐。咁佢喺度講啲假嘅説話，但係咧就自稱自己係天主嘅先知，而且咧話係上主的斷語啊！呢個係上主講嘅，上主嘅判斷嚟嘅。同樣喺呢個耶肋米亞先知書裏邊第14章14節咧，亦都有類似嘅指責對呢啲假先知。佢話：先知們以我的名預言謊話，我並沒有派遣他們，也沒有對他們說過話。他們給你們所預言的是荒謬的、幻象、空虛的、仆巫、全心騙人的欺詐。同樣地喺我哋啱睇完嘅默示錄第13章嗰度，佢就講到呢個獸佢話又賜給了那獸一張說大話和褻聖的口，並且賜給了他可妄為42個月的權柄。呢個獸唔係天主所指派嘅咁佢咧所以就講嘅係佢自己嘅説話，而且講假話褻瀆天主。呢啲先知亦都係咁。所以去到呢個8至到16節咧，佢上主咧就咁樣允許，就佢話佢必伸手打擊那些見幻象、説欺詐預言的先知，他們決不得參加我人民的議會，不得登記在以色列家族的名冊上，也不得進入以色列地域。呢個相等於係被驅逐離開天主嘅國度，係永遠唔能夠享受呢個永恆嘅福樂。點解天主要咁嚴厲咁懲罰呢啲人呢？因為就好似厄則克耳咧，天主嘅先知佢嘅首要任務咧係傳達天主嘅説話，係去守護真理同埋建立天主嘅人民。但係呢啲假先知咧，就傳達自己嘅説話，同埋去誤導、摧毀天主嘅人咁所以佢哋嘅罪係非常之嚴重使我諗起我而家仲睇緊嘅呢一本聖 Faustina 嘅日記喺裏邊聖 Faustina 係一位好 amazing 嘅mystic 佢喺佢日記裏邊記載住好多佢嘅 vision。其中有一個 vision 咧，我喺呢度咧係同呢度有關嘅咧，我就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話：When I approached the altar and began to meditate on the passion of the Lord Jesus, a terrible pain immediately filled my soul because of the ingratitude of so many souls living in the world. But particularly painful was the ingratitude of souls, especially chosen by God.And I understood how painfully it wounded the sweetest heart of Jesus. 呢個成日都見到有神視嘅耶穌，特別係耶穌係成日同佢好親切地講説話嘅呢個大聖人咧，聖 Faustina 咧。佢喺佢呢一個
神視裏邊咧，佢係去到祭台嗰度，即當佢正在喺度沉思緊天主嘅默想緊耶穌基督嘅苦難嘅時候咧，佢心裏邊突然間非常之刺痛，而呢個刺痛咧係嚟自呢個世界上嗰啲靈魂，佢哋唔去感謝天主啊！天主俾咁多嘅 blessing 我哋，俾甚至係犧牲佢自己嚟到去救贖我哋。但係世界上有好多嘅靈魂，好多嘅人，佢哋都始終都唔接受福音，唔接受耶穌。呢一樣嘢係令到傅天娜修女咧個心裏邊係刺痛。但係佢最痛嘅咧，令到佢最痛咧，就係嗰啲被天主揀選咗嘅人。而佢哋都唔感謝天主，反為做一啲嘢去傷害天主嘅，即係就而家我呢度所講嘅呢啲假先知啊。咁就佢話佢睇到就係呢啲人咧係最傷透耶穌基督嘅聖心嘅人。咁呢啲被天主揀選嘅人，我哋好自然就諗起啲神蹟啦。咁但係唔係淨係神蹟嘅嚇，神蹟裏邊非常多數嘅神父都係非常之主教都係非常之好嘅人，好難得嘅人。但係亦都事實上係真係有一啲少數咧，係佢哋為自己而做事，為自己而發言，而去傷害咗人，傷害咗天主嘅人民。咁但係唔係淨係佢哋仲有一啲可能修女一啲其他特別嘅揀選嘅人，甚至可以係我哋普通平信徒天主揀咗我哋去為佢做某啲事情，少到可以淨係去帶領一個小團體，或者帶領一個 choir 即係呢個都係天主所揀選嘅。如果我哋係冇好好地去奉行天主嘅聖意咧，我哋一樣係傷害緊，非常之傷害耶穌基督嘅聖心。咁所以呢啲假先知咧，係天主嘅懲罰咧，係相當嚴厲。然之後喺第17至到23節，佢話佢透過厄則克爾咧係去攻斥嗰啲女巫術士嗰啲同邪靈合作去做壞事嘅呢啲女巫術士，佢哋咧係藉住邪靈同埋巫術係去害人。佢話佢哋使不應死的人死去，使不應活的人活着。佢哋嘅所作所為咧係褻瀆了我咁然之後咧，天主咧係要由你們手中救出我啲百姓，不再做你們手中的獵物呢啲女巫術士咧係連同住呢個陰界嘅呢啲邪靈咧，係能夠做好壞嘅事，好 powerful 嘅事。令我諗起一個真人真事啦，係發生喺香港嘅就係有兩個人佢哋識嘅，大家同住一層樓，一個住頭房，一個住尾房。住尾房嗰個係一位基督徒，住頭房嗰個係一個冇信仰嘅人。咁喺一段時間裏邊咧，呢個住頭房嘅人咧，突然間發覺自己每晚瞓覺嘅時候咧，臨瞓之前咧就見到一個女鬼呢個女鬼就喺佢床邊出現。咁然之後咧就瞓落佢身上邊呢個咁嘅遭遇咧，係令到佢睡眠不寧啦，晚晚瞓得唔好。咁然之後第二日翻工嘅時候咧，就烏眉瞌睡，人亦都越嚟越弱。咁啲同事見到佢咁嘅樣，就問佢：喂，你發生咩事啊？點解咁嘅樣啊？點解咁冇精神啊？咁佢講咗呢個遭遇俾啲同事聽。咁其中一個同事咧就話：你試下我呢個教啊，真係好靈㗎，可以幫到你㗎呢個。咁結果佢就去咗呢個人嘅嗰個教。咁呢個其實係一個香港嘅呢啲民間嘅好流行嘅迷信嘅教。但係好奇怪，呢個人入咗呢個教之後咧，嗰個女鬼真係冇出現。然之後佢咧就再瞓得好好啦，再冇問題啦。咁亦都因為呢件事咧，係令到呢個人係
完全相信呢個教，而係好投入去做裏邊嘅事情。但係呢個好不幸地就係呢個教始終唔係一個正確嘅宗教。但係呢個人就越嚟越泥足深陷，不能自拔。而佢嘅遭遇亦都係非常之唔好嘅。佢一路佢自己嘅家庭啦，佢嘅婚姻啦，全部都係唔好。佢都係一個好唔開心嘅一個人。呢件係真人真事嚟嘅，呢個係發生喺香港。但係我哋見到啦，就係的確啲邪靈係可以去危害人間，去做一啲嘢，好似係好好嘅嘢入呢個教啦，冇問題啊。咁入咗之後即刻就冇事添，仲但係有時就係佢用呢啲方式嚟到去引人去到一個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嘅地步。所以聖保祿喺呢個厄弗所書第6章12章已經警告過我哋佢話：因為我們戰鬥不是對抗血和肉，而是對抗率領者、對抗掌權者、對抗這黑暗世界的霸主、對抗天界裏邪惡的鬼神。我哋唔單止係喺呢個現世有形可見嘅呢一切周圍係有好多或者我哋自己嘅敵人啊，或者有好多嘅挑戰我哋要處理，但係有一啲更大嘅挑戰咧，保祿警告我哋咧，就係發生喺呢個陰界裏邊係一個屬靈嘅境界裏邊，而呢個境界咧係裏邊嗰啲率領者啦、掌權者啦、黑暗世界嘅霸主啊，呢啲先至係，亦都係我哋要對抗，而我哋對抗佢咧係要靠我哋嘅信德，我哋嘅教會我哋嘅聖事等等靠天主嘅教導，睇聖經祈禱呢啲咧就係我哋去同佢哋作戰嘅武器，亦都跟住咧，保祿講咧係我哋點樣去裝備好自己，用我哋嘅信德，用我哋嘅愛德等等呢啲咧嚟去裝備好自己去同佢哋作戰。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有些以色列的長老來見我，坐在我面前。那時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這些人心中供着他們自己的邪神，在自己面前放着犯罪的絆腳石，我豈能讓他們來求問？為此，你要告訴他們，對他們說：吾主上主這樣說，以色列家族中的任何人，或心中仍供着自己的神，在自己面前仍放着犯罪的絆腳石，而來求見先知，我上主必按照他偶像的數目親自答覆他。未能打動以色列家族的心，因為他們為了所有的偶像疏遠了我。為此，你應對以色列家族說：吾主上主這樣說，回頭吧，離開你們的偶像，放棄你們所有的醜惡。以色列家族中任何人，甚或在以色列中僑居的外國人，如果疏遠了我，把自己的邪神供在心裏，把犯罪的絆腳石放在自己面前，而敢來見先知求問我，我上主必親自答覆他。我必正面打擊這樣的人，使他成為一種警戒和笑柄，把他由人民中剷除。如此，你們必承認我是上主。若一個先知受騙而發言，這是我上主哄騙了那先知，我要伸手打擊他，從我人民以色列中間把他消滅。求問者與先知的罪一樣，都應負疚。如此，以色列家族不再遠離我而走入迷途，不再受任何罪惡的玷污。他們要作我的人民，我要作他們的天主。這是吾主上主的斷語。
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若某地背信違約，犯罪得罪我，我必伸手打擊他，斷絕他的糧源，使饑荒降到那地，把人和獸從那地剷除。縱然在那裏有諾厄、達尼爾和約伯三個人，這三個人也只能為了自己的義德救自己。吾主上主的斷語。或者我使猛獸橫行那地，滅絕人跡，使那地變為荒野，由於猛獸而沒人敢經過。縱然在那裏有這三個人，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吾主上主的斷語，他們也不能救自己的子女，只能救自己，那地方必變為荒蕪。或者我使刀兵來到那地，且吩咐說，刀兵應橫行那地，剷除那裏的人和獸類。縱然在那裏有這三個人，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吾主上主的斷語，他們也不能救自己的子女，而只能救自己。或者使那地發生瘟疫，以屠殺發洩我的憤怒，好從那裏滅絕人和獸類。縱然諾厄、達尼爾和約伯也在那裏，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吾主上主的斷語，他們連一子一女也救不出，只能因自己的義德救自己。因為吾主上主這樣說：我雖然使刀兵、饑荒、猛獸、瘟疫四大災難降在耶路撒冷，為滅絕那裏的人和獸類，但是那裏還有幸免的人，領着子女逃出。看，他們要到你們這裏來，使你們看見他們的行為和動作，並對我加於耶路撒冷的災難和我對他所行的一切獲得寬慰。當你們看見他們的行為和動作時，你們必能獲得安慰。這樣，你們必然知道我在耶路撒冷行了所行的一切，並非無因。吾主上主的斷語。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樹林中這棵葡萄樹到底有什麼超越其他一切樹木之處？豈能取它的木材製造用具，或者能取出它一根枝條，在上面懸掛器具？只有投入火中焚燒，火焚燒了它的兩端，中間也在焚燒，它還能有什麼用途？當它完整時，還不能作什麼用具，何況經火燃燒焚化之後，豈不是更不能製造什麼用具？為此，吾主上主這樣說：我怎樣把樹林中的葡萄樹投入火中焚燒，也必怎樣對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我要翻臉打擊他們，他們雖從火中逃出來，仍要為火焚燒。當我翻臉打擊他們時，他們必承認我是上主，因為他們背信違約，我必使那地方變為荒野。吾主上主的斷語。咁跟住喺呢個第14章呢，係警告長老們不要拜偶像。喺1至8節嗰度，天主話俾厄則克爾聽，係好難以置信地嚇，就係一啲同佢一齊去咗巴比倫嘅呢啲長老咧，
佢哋竟然係心中供着他們自己的邪神，在自己面前放着犯罪的絆腳石。連呢啲已經受咗教訓，同厄則克爾一齊去充軍巴比倫嘅呢啲人，而且佢係身為長老，佢哋都係拜偶像啊！天主話俾厄則克爾聽，咁然之後叫佢警告佢哋，就係佢哋需要回頭離開所有嘅偶像。佢話：如果唔係咧，佢話我必正面打擊這樣的人，把他由人民中剷除。拜偶像喺聖經裏邊係講好多好多嚇。拜偶像根據教理2113所講，係包括咗把原非天主的一切予以神化，把一個受造物當作天主來尊敬。呢個就係拜偶像。我哋應該崇拜嘅、欽崇嘅係造物主，係天主，佢創造一切，佢就係一切嘅主宰。但係人呢，好多時咧，偏偏咧就係崇拜天主所創造嘅嗰啲嘢。不論係以色列當時嘅呢啲偶像啦、邪神啦、巴爾啦，亦或係教理有講到就係話權勢啊、娛樂啊、種族啊、祖先、國家、錢財。呢啲有好多本來係好嘅事嚟嘅嚇，我哋嘅對種族嘅尊重，去維護我哋嘅中華民族，去尊敬我哋嘅祖先，去孝敬我哋嘅父母，去好好地照顧我哋嘅子女。但係呢啲嘢本來係好嘅嘢咧，可以成為咗偶像，就係當喺人嘅心裏邊呢啲嘢就係一切嘅話咧。咁佢就係偶像啦，因為我哋嘅心裏邊係我哋嘅一切嘅咧，只可以係天主。咁更加唔好講話錢財啦、慾念啦、呢個飲酒啦、賭錢啦，好多呢啲嘢，如果係我哋嘅一切嘅話咧，我哋就係失落咗啦。呢啲嘢成為咗我哋嘅偶像。咁所以喺馬竇福音第6章24節。講得好清楚啊！耶穌講係沒有人能侍奉兩個主人，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錢財。特別提到呢個錢財，但係唔單止係錢財，任何嘅嘢，甚至係好嘢甚至係我哋愛錫嘅子女，如果佢係我哋嘅一切嘅話咧，佢就係偶像。我哋可以愛錫子女，但係喺基督裏邊嚟到愛錫子女，為咗基督嚟到去行使我哋對佢嘅愛同埋照顧。所以我哋人嘅心目裏邊咧，只能夠有天主為咗佢喺佢裏邊而生活，甚至唔能夠只有自己要學識。好似耶穌咁樣樣，係去空虛自己，交出自己。耶穌係為咗愛全人類而交出佢自己喺十字架上邊。所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有一句名言，佢話：Man cannot find himself unless he loses himself。就係如果我哋想落實自己、揾到自己嘅話咧，你先要失去自己。好似一個 contradiction 咁樣，其實呢個係一句至理名言就係如果我哋想落實自己、揾到自己咧，你要做嘅功夫咧就係將自己交出，冇咗自己。當你能夠將自己交出，冇咗自己，呢個就係愛。耶穌嘅愛就不過都係呢樣嘢啫嘛，就係交出佢自己。我哋要模仿基督去空虛自己，交出自己，服從天父。失去自己甚至係，但係當你失去自己咧，你就得到自己。好啦，喺呢個第9節嗰度咧，佢講到話：若一個先知受騙而發言，這是我上主哄騙了那先知，我要伸手打擊他。好莫名其妙嘅一句説話嚇。佢話：如果有一個先知受騙，然之後講嘢，講啲唔好嘅嘢，咁
呢個咧係因為我上主哄騙了那先知，但係我要伸手打擊他，即係解唔通嘅一句説話。其實就係佢所謂係上主哄騙了那先知咧，其實意思即係話呢個先知之所以會做假先知，講啲假説話咧，係因為我天主容許佢用佢嘅自由嚟到去做呢啲壞事啊，去做假先知啊，即望落去好似係我天主係欺騙咗佢咁樣，哄騙咗佢咁樣。但係其實呢個所謂哄騙係意思即係話天主係尊重每一個人嘅自由，呢個先知嘅自由佢亦都尊重。如果呢個先知揀選去做假先知，天主都容許佢，就好似天主欺騙佢一樣啊。其實就係佢自己嘅選擇。因為天主容許佢受騙，但係其實天主唔會欺騙任何人啊。所以雅各伯書嘅第1章13節都講得好清楚啦。人受誘惑，不可說我為天主所誘惑，因為天主不會為惡事所誘惑，他也不誘惑人。但係之所以喺呢度話佢誘惑呢個先知，哄騙呢個先知呢個所謂誘惑咧，其實意思即係話天主容許佢被騙啊，講到好似天主呃佢咁樣啊，其實就唔係，只係佢自己用佢嘅自由選擇被騙。喺第14章嘅尾12至到23咧，係喺嗰度咧，我哋見到以色列因為呢個罪孽深重咧。天主咧係允許咗4大災難，就係刀兵、饑荒、猛獸、瘟疫，係會臨到佢哋身上邊。事情咧亦都係咁樣發生。咁而呢一樣嘢咧，係喺梅瑟律法裏邊已經係警告咗噶啦。喺呢個申命記嘅32章啦，嗰度咧係講得好清楚，就係當以色列人特別係佢哋違背天主嘅時候咧，佢就會遇到呢個刀兵、饑荒、猛獸、瘟疫嘅苦難懲罰。然之後跟住會講落去話，但是那裏還有幸免的人，領着子女逃出，看他們要到你們這裏來，使你們獲得寬慰。呢個又係翻到頭先我哋所講嘅嗰個保留少數的人嗰個觀念啦。咁呢個觀念咧，我哋喺呢個 Special Note 1已經解釋過啦。好啦，今日最尾嘅一章第15章咧，就係講到嗰個不結果的葡萄樹嘅比喻。同樣嘅比喻咧，亦都喺厄則克耳先知書第19章嗰度咧係有提到。耶路撒冷被比喻為不結果嘅葡萄樹。結果咧，由於佢不結果咧，結果佢嘅命運咧就係被燒毀。佢話火焚燒了他的兩端，中間也在焚燒。呢句經文有兩個解釋有兩個解釋都係合理嘅。一個咧就係佢所講嘅兩端咧，可能係指南北國南北以色列，而耶路撒冷咧係喺中間。耶路撒冷亦都喺度焚燒，喺中間焚燒，亦都可以係指兩次嘅充軍。因為之前如果你睇翻我哋第一次筆記嘅話咧，係有提到係達尼爾喺呢個603年已經係呢個第一次嘅充軍，然之後厄則克耳就喺呢個第597年係第二次嘅充軍。咁而家呢度所講嘅咧就係最後同埋最可怕嘅嗰個充軍仲要嚟，即係話587年連呢個君王佢嘅眼都被挖咗出嚟嘅呢個嗰次嘅充軍，亦都可以指公元後耶穌之後70年嘅嗰個耶路撒冷被毀滅、被羅馬人所毀滅嘅充軍嗰個命運。咁我哋見到呢個提到嗰個葡萄樹喺呢個聖經新舊約裏邊咧，係有關葡萄樹嘅比喻咧，係有好多嘅。呢方面用呢個比喻嚟做嘅教導係有好多。
喺呢度我哋舉咗好多嘅例子俾大家。創世記第49章講到雅各伯祝福猶太同埋約瑟，佢哋係豐盛如葡萄樹。聖詠80提到以色列係天主嘅葡萄樹。依撒意亞先知書第5章講到哭以色列家上主嘅葡萄園咧係陷於不義。耶肋米亞先知書、歐西亞先知書講到嘅哀傷葡萄樹係變壞。然之後新約裏邊嘅若望福音第15章，耶穌嘅教導耶穌係真嘅葡萄樹，我哋係枝從呢個葡萄樹嗰度咧，我哋領受咗我哋嘅滋潤結出豐盛嘅果實。而且咧喺呢個葡萄樹嗰度咧，係不論猶太人或者呢個外邦人咧，都要結合成為一體，成為呢一棵樹。呢個道理亦都記載咗喺加拉達書第3章嗰度話。因為你們還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猶太人或希利人、奴隸或自由人。所有嘅人喺耶穌基督裏邊就好似一棵葡萄樹咁樣，都結合而成為一體。好，我哋今日要講嘅咧，差唔多係到呢度啦。咁或者喺我哋完結嘅時候咧，都做一個簡單嘅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仁慈嘅天父，我哋今日係抱住一個沉痛嘅心係嚟到你嘅面前。我哋見到今日嘅世界係充滿好多嘅紛爭，甚至係戰爭。我哋為世界嘅和平而特別喺呢度係祈禱。我哋學咗好多有關呢個末日嘅道理。我哋都知道我哋係縱使戰爭係可怕，死亡係可怕。但係我哋可以依賴你，我哋都知道主耶穌基督喺呢個末日嘅時候會再嚟，跟住就係新天新地，人嘅復活。我哋亦都跟隨呢個初期教會，係我哋去期望呢個日子嘅嚟到。一齊係同喺教會裏邊一齊呼喊主耶穌你來吧。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